地藏王菩薩嗰種慈悲，本來係積累福報，甚至延長陽壽嘅功德無量之事。但點解有啲人嘅善行反而會折損陽壽？曹薩曾經喺地府審視善惡因果，世間行善嘅人好多，但真正行真善嘅人好少，善有真假行，亦有對錯。如果唔明白善嘅真正含義，反而會害人害己，做出惡果，唔單止冇功德，仲會折損福壽。民間俗語話善有善報，但好多人唔知道，有啲表面睇落係善舉嘅行為，其實正係暗中消耗你嘅福報。同樣係做一件事，邊幾種善舉會帶嚟可怕嘅後果，背後又隱藏住點樣嘅因果玄機？第一章，沈德厚嘅困惑。明朝嘉靖年間，江南蘇州府有一位富商，名叫沈德厚，自此家境富裕。到咗年近50，已經係家財萬貫。沈德厚為人慷慨，向來以樂善好施聞名鄉里。每逢遇到窮人求助，佢一定會毫不吝嗇咁出手幫人，從來都唔會孤寒。沈德厚做過嘅好事多到數都數唔清，佢修過嘅橋、鋪過嘅路亦都多不勝數。至於捐俾寺廟嘅香火錢，更加可以話係堆積如山。照道理講，得嘅人應該福壽雙全身心安泰。但奇怪嘅係，沈德厚近年身體一日不如一日，成日覺得精神疲練、氣血流虛。更加困擾嘅係，佢夜晚一日比一日難瞓，經常發噩夢，夢裏面總會有陰間使者嚟向佢追討陽壽。佢隱隱覺得自己嘅福報已經受損。一開始，德厚你自己只係操勞過度，於是請咗城中最好嘅郎中幫自己調理身體，又請道士畫符做法事消災。但無論點樣醫治，佢嘅身體反而一日不如一日。去到後來，連行幾步路都覺得氣喘吁吁，每晚一瞓埋眼又會發同一個噩夢。夢裏面有一位身穿黑衣、面容威嚴嘅陰差對佢講：沈德厚，行善積德，殊不知你嘅舉動正係折損你嘅福報。若再唔醒覺，恐怕大羅將至。沈德厚驚醒之後全身冷汗，背脊都濕透。佢心諗，行善咁多年，點解反而會折損福報？呢件事到底隱藏住咩玄機？天光之後，佢將呢個夢講俾佢嘅老友李秀才聽。李秀才係當地出名嘅文人，博覽群書，對佛家同道家典籍都好有研究。佢聽完之後，神色凝重咁講：你呢個夢唔係普通嘅夢，恐怕係陰間俾你嘅警示。但我行善咁多年，從來冇做過虧心事，福報呢？沈德厚不解。李秀才沉吟半晌，慢慢講：我曾經去過古寺睇過一段記載，講世間行善其實都有禁忌，如果唔明白當中道理，招嚟醜患，只係具體嘅禁忌。嗰段記載講得好含糊，咁我應該點算？沈德厚心急如焚。我聽講城外靈隱山上有一位得道高僧，法號為明，能夠通曉陰陽，知道因果。你不如去向他請教一下。李秀才建議道。沈德厚一聽，立即決定前往靈隱山。第二章，靈隱山求法。第二日一早就帶住家乘住呢個前往靈隱山。靈隱山位於蘇州城西郊山西險峻雲林嶺繞。沈德厚嘅呢個喺路上奔波咗大半日，終於嚟到半山腰一座古剎前面。嗰座寺院名叫清修寺，規模唔算大，但環境清幽別，有一番清靜寺裏嘅。小沙彌將沈德厚帶到方丈室，大約60歲，頭髮斑白，面容慈祥，但一雙眼睛炯炯有神，好似能夠睇穿人心一樣。阿彌陀佛，施主遠道而來，必定有要事想問。明法師雙手合十，微笑住講。沈德厚慌忙行禮，將自己嘅經歷同困惑一五一十咁講述出嚟。慧明法師聽完之後微微點頭，但冇即刻回答，閉上眼沉思。施主，你呢多年成日施粥寫文捐錢經濟窮人。慧明法師突然問道。係，每逢遇到窮人求助，我從來冇推辭。沈德厚答道。修建過橋，道路的確修過幾座橋，亦都鋪過幾段路。沈德厚點頭。施主可曾
捐贈過紙苗料、香火錢，捐得唔少，加起嚟至少都有幾千兩銀。如實回答慧明法師後開眼，眼神裏面顯出一絲憂慮。施主，你嘅善舉恐怕全部都有問題。有問題？沈德厚大吃一驚，唔都係值得行善嘅好事嗎？行善當然係好事，但如果方法唔啱，反而會折損福報。慧明法師講道：施主，請跟我嚟。第3章因果井，帶住沈德厚行到寺院後山一處僻靜之地。呢度有一口古井，井水清澈見底，井邊立住一塊石碑，上面刻住因果井3個大字。施主，井嘅來歷？慧明法師問道。沈德厚搖搖頭，請法師開示相傳。呢口井係地藏王菩薩顯靈所化。慧明法師慢慢講道：凡是欲知善惡因果之事，誠心祈問，井中就會顯現出端倪。沈德厚半信半疑，但仍然按照慧明法師嘅指示，跪喺井邊閉上眼，誠心祈禱。地藏王菩薩在上，沈德厚一生行善，點解反而遭遇接受障礙？求菩薩指點迷津。祈禱完之後，沈德厚瞪開眼望向井水，只見原本平靜嘅井水突然泛起一圈圈之意，慢慢浮現出一幅又一幅模糊嘅畫面。畫面裏面，沈德厚見到自己曾經施粥過嘅難民，但佢哋嘅面孔全部扭曲變形，好似正經歷某種痛苦。資助自己修建過嘅橋旁，橋底嘅河水唔湧翻滾，好似有無數冤魂喺裏面。然後畫面又轉到自己捐資過嘅寺廟，只見呢間廟宇上空黑氣白妖，陰森恐怖。沈德厚震驚嘅係畫面裏面出現咗一本泛住黑光嘅賬簿，賬簿上面密密麻麻寫滿字，但字跡模糊不清，只隱約見到每一條記錄後面都標注住復職 X 年，仲有一個個觸目驚心嘅數字。沈德厚想睇清楚記錄嘅具體內容，但無論點樣努力，始終都係睇唔清。佢只係見到自己嘅名字喺賬簿之中，一行字：復節23年，陽壽僅8年。畫面慢慢消失，井水亦都恢復平靜。沈德厚跪喺地上，渾身龍斗冷汗濕透咗衣衫。呢到底係點回事？沈德厚驚恐咁問：我明明行善，點解反而折損福壽？慧明法師愣咗一口氣：施主，你提到嘅嗰幾件善舉，大多數都出現咗問題，具體係咩問題？憑我呢個凡夫已經無法完全睇透，咁應該點算？沈德厚急得就快喊出嚟。呢件事涉及陰間因果之理，非凡人能夠完全參透。慧明法師講道：不過貧僧都係知道一個辦法，或者可以令施主得到答案，請法師指點。沈德厚好勤切咁講：每年農曆7月30係地藏王菩薩聖誕之日。明法師講道：相傳嗰一日，地藏王菩薩會喺九華山地藏殿顯靈，為有緣人開示因果之道。施主如果真心想求救，可以前往九華山朝拜。沈德厚聽完，定前往九華山。返到屋企之後，佢安排好家中事務，便立即啟程。第4章九華山，位處於安徽同蘇州，相隔幾百里。沈德厚一路跋涉，經歷咗半個月，終於喺7月28日到達山下。佢歇咗一晚，第2日一早就開始登山。九華山山勢陡峭，沈德厚一路行一路停，先終於去到山頂嘅地藏殿。地藏殿規模宏大，香火鼎盛，殿中供奉着地藏王菩薩嘅金身高蘇像，慈眉善目，威嚴莊重。沈德厚上香叩拜，默默祈禱，希望能夠得到地藏王菩薩嘅指點。拜完之後，沈德厚喺殿外揾咗一個角落，等待7月30嘅到來。呢2日1夜，佢每日都誠心祈禱，點鞋台。佢心中充滿忐忑同期待，既想知道答案，又驚答案會令自己承受唔住。終於到咗7月30，地藏殿內香火如雲，人山人海。沈德厚一早就嚟到殿中，跪喺菩薩像前，誠心祈禱，額頭緊貼地面，口中不斷念呢喃：無地藏王菩薩弟子。沈德厚承望菩薩
慈悲為弟子指點迷津。時辰慢慢過後，去到午後時分，殿中突然吹起一陣帶住檀香味嘅清風，緊接着地藏王菩薩嘅金身竟然放射出柔和嘅金光，光芒籠罩住整座大殿。眾之下見到呢個異象，紛紛跪地膜拜，口中念罪南無地藏王菩薩。沈德厚更加激動到淚流滿面，不停叩頭。就喺嗰個時候，耳邊響起一把威嚴而慈悲嘅聲音：德厚，你一片誠心，吾已知，曉你所困惑之事，今日為你解答。沈德厚抬起頭，周圍嘅香客好似全部都聽唔到呢個聲音，眾人仍然各自祈禱。佢知道係地藏王菩薩單獨向佢開示：菩薩，弟子一生行善，點解反而折損福壽？沈德厚叩頭問道：你嘅疑惑已經透過因果井俾你睇到一點端倪。地藏王菩薩嘅聲音講道：但嗰只係表象，真正嘅原因，你需要親自去地府走一趟，明白？去地府？沈德壽心中一驚，唔使害怕。地藏王菩薩講道：我會令你嘅魂魄暫時離開身體，去地府親眼見證一下不當而受罰嘅案例。只有親眼所見，你先能夠深刻理解當中道理。沈德厚雖然有啲驚，但為咗解開心中疑惑，最後仍然鼓起勇氣講：弟子願意。沈德厚只覺得眼前一黑，隨即失去知覺。漸將地府之遊。當佢再次醒嚟嘅時候，發現自己已經唔係喺地藏殿之中，而係喺一座高大嘅牌坊前面。牌坊上面寫住幽冥界3個大字，散發出深深鬼氣。呢度就係地府。沈德厚環顧四周，只見四處陰森恐怖，鬼火飄搖，嚟一陣陣猛烈嘅哀嚎聲。正當佢不知所措嘅時候，一位身穿黑袍嘅陰差行過嚟。沈德厚，地藏王菩薩有法旨，命我帶你參觀地府，跟我嚟。沈德厚連忙跟住陰差行，穿過幽冥界嘅牌坊，嚟到地府嘅中心區域。呢度建築林立各種殿堂，一座接一座，好似陽間嘅衙門一樣，比陽間嘅衙門陰森得多。呢度係地府嘅核心所在。陰差介紹道，各種案件都會喺呢度審理。地藏王菩薩今日叫你嚟，係要你參觀一個特別嘅部門。佢哋喺一座名叫善惡司嘅大殿前停低。陰差講道：呢個部門專門負責審查陽間人嘅善惡行為，判定究竟係真正嘅善，表面行善，實際造業。行入去殿內，有好多陰差喺度忙碌，每個人面前都堆住厚厚嘅卷宗。一位頭戴官帽嘅判官行過嚟，對沈德厚講：你就係沈德厚？地藏王菩薩已經交代過，讓我帶你好好參觀一下，多謝判官。沈德厚恭敬咁行禮，判官點了點頭，帶着沈德厚一邊行一邊講：卷中記錄住每一個陽間人嘅一言一行，地府都有詳實記載。沈德厚見到每一本卷宗上面都寫住一個人嘅名同生辰八字，密密麻麻記錄住呢個人一生嘅所作所為。有啲卷宗旁邊標注住紅色嘅功德2個字，有啲就標注住黑色嘅業障2個字。紅色同黑色嘅標注係咩意思？好奇咁問。紅色代表真正嘅善行，能夠累積功德。判官解釋道，黑色就代表惡行，或者表面行善，實則造業嘅行為會累積業障。沈德厚心中一驚，乜嘢係表面行善，實則造業？好多人以為自己行善，其實係造業。判官望住沈德厚一眼，嗰種人嘅卷宗就會被標注成黑色。帶着沈德厚嚟到一個特別嘅區域，呢度嘅氣氛更加壓抑，裏面嘅卷宗都散發出淡淡嘅黑氣。呢度放嘅係因為假善而受罰嘅人嘅檔案。判官講到，知道嘅答案就喺呢度。判官隨手拎起一本卷宗，但冇打開，只係對沈德厚講：你呢類案例都有一個共同點，出發點可能本來係好嘅，缺乏智慧或者心裏面藏住思念，最後令善舉變成惡果。可以俾我睇下我嘅案例嗎？沈德厚懇求道。判官搖搖頭，
你嘅檔案嘅具體內容涉及天機，隨便俾人睇。不過我可以同你講一啲基本情況。判官放低卷宗，對沈德厚講：地府嘅律例清楚住幾種會截損福報，甚至減損陽壽嘅善舉。呢啲善舉表面睇落好似係行善，其實違背因果法則，唔單止冇功德，反而有過。係邊幾種？急問判官。猶豫一下，具體內容只有地藏王菩薩有權開示，我淨係可以話你知。呢類事舉喺地府被稱為折福之善，一共有五種。沈德厚心中一沉，而且你嘅情況比較嚴重，呢五種折福之善，你可能全部都犯過。判官指住旁邊一個區域講道。沈德厚聽到呢度面都白晒，一陣搖晃，幾乎企唔穩。判官靚咗一口氣，你都唔使太過擔心。地藏王菩薩願意叫你嚟，就代表你仲有機會改正。只要你明白當中道理，並且誠心改過，可以補救。應該點樣先知道呢五種折福之善嘅具體內容？沈德厚懇求道：呢個只有地藏王菩薩能夠話你知。判官講道：菩薩喺地藏寶殿等你，將五種折福之善。判官帶着沈德厚離開善惡司，穿過幾條陰森嘅街道，嚟到地府最深處一座莊嚴寶殿前面。殿門上面寫住地藏寶殿四個金字，寶殿散發出一種慈悲與威嚴嘅氣息。到咗判官講道，地藏王菩薩喺裏面等你。沈德厚深深吸一口氣，整理一下自己嘅衣裳，恭恭敬敬咁推門而入殿中，高高矗立着地藏王菩薩嘅法相，威嚴之中帶着慈悲。沈德厚，地藏王菩薩嘅聲音喺大殿之中回蕩。沈德厚連忙跪地，弟子已經參觀完地府，深刻認識到自己行善有過，但弟子心中仍然有疑惑，唔知道自己具體錯喺邊度，又應該點樣改正。你嘅疑惑我又會為你解答。地藏王菩薩講道：世間行善最忌諗嘅就係盲目施捨，不問因果。好多人以為只要做善事就一定可以積德，殊不知善有真假，行有對錯，善行先算係真善，有啲善舉會截損福報。沈德厚虛心請教，地藏王菩薩沉默片刻，然後講到真正嘅善必須符合天道順應因果，利益眾生，不求回報。但世間有五種善舉，表面睇落係行善，實際上卻違背因果，會截損福報，甚至減損陽壽。沈德厚心中一緊，究竟係邊五種？地藏王菩薩目光如炬，聲音沉穩而慈悲，慢慢開口講道：第一種，名善，為名而行善。呢種善係以留名為目的嘅行善，表面慈悲，實則以虛名為心，名譽為果。地藏王菩薩嘅聲音好似洪鐘一樣清澈，殿中光影微微晃動，化成一幅景象。沈德厚見到一位富家夫人，衣着華麗，帶着隨從去鄉間施粥。佢口口聲聲話要救濟災民，但每一次施捨都要隨從大聲宣告佢嘅姓名同功德，又派人寫碑記載佢嘅善行。施粥雖然聞落好香，但裏面陷雜好多泥沙，食完面露不滿。但呢位富家夫人卻自以為自己做咗一件大善事，畫面一轉，呢位夫人死後，判官冷冷講：行善若為名，非真善也。此人施捨萬貫銀錢，虛居為之心，所得功德盡化為塵。只見婦人身後浮現出嘅功德，蓮花瞬間凋謝，取而代之嘅係一籠搖搖欲滅嘅幽燈。沈德厚心中激聳，問道：菩薩，如果行善求名，會折福幾多？地藏王菩薩垂下慈目，名利本來就是虛空，行善是真實。如果布施係出於真心，就算世人稱讚，都唔會損害功德。如果行善係為咗虛名，就算冇人知曉，亦都會暗中截損自己福報因果。不問表面顏色，只察心中念頭。你曾經喺蘇州府捐銀，見其有刻碑留名，名善。你喺人世間得到名聲，卻喺天道之中截損壽元。凡是為留名而行善者，皆折福損壽。沈德厚低頭叩首，弟子明白啦。第二種，因米恨而行善。
第二種折福之善，名叫默係善。行善如果出於怨氣，出於比較，出於不平之念，就算做出善事，亦都等於惡行。殿前光影再起，夜景浮現出嚟，鏡中影出一個年輕僧人。呢個僧人未出家之前，曾經被一名商人欺負，後來佢出家修行，但心中仍然未能放低塵世雜念之後，自知因果，重修寺廟，捐咗好多銀錢。僧人見到心中埋諗不平，講佢當年為惡，點可以咁輕易用銀錢花嘴。於是僧人自己布施更多過嗰個商人嘅功德，最後兩個人都獲罪。商人因為求幫助而失去本心，僧人都因為均衡同攀比而失去修行本身。地藏王菩薩講道，好多時以憎恨為善，見到他人行善就起憎心，見到惡人行善又怒火難平，以憎恨心去行善。就算表面做好事，亦都會變成折福之善。若心不正，福不生；正正善不存。審得後忽然諗起，有一次佢聽聞一位同行捐咗1000兩銀幫助學堂，心中即刻不服，暗自講：我富有10倍，點可以落後於佢加倍捐銀，只為令自己嘅名字排喺對方前面。呢件事後來廣為流傳，人人都稱讚佢，但冇人知道佢心中根本冇善念，只有攀比之心。原來攀比竟然都係造業。第三種實善，如實行善。第三種折福之善，名叫實善。呢種善係不辨因果，胡亂慈悲，用愚昧之心去憐人縱容惡。地藏王菩薩對住虛空輕輕一指，眼前又出現一個環境，一處村莊之中，一名男子跪在地上痛哭，聲稱自己久病，冇錢買藥。一位婦人路過，前因後果就拿出100兩銀送俾佢。男子連聲叩謝之後離去，但轉個身就去咗斗方，將啲錢全部斗晒，最後輸到家破人亡。呢個人死後落入地獄，婦人嘅功德亦因此被削減。地藏王菩薩解釋到，行善必須有智慧，如果唔分是非不察善惡，就臨行布施，等於作惡違背因果。好心都會做壞事，要救佢嘅心，唔係救佢嘅吞肉。救貧要解決佢貧困嘅根源，唔係養成佢嘅惰性。如果用愚昧之心去施捨，就好似點火燒田，雖然一時見到光明，實際上卻毀掉根本。審得後心頭一震，佢曾經喺蘇州城中施捨過好多乞衣，假借貧苦為名，日日游疏，能得去謀生。佢嘅強行施捨變得更加懶惰，不願自力更生。佢嘅善舉反而養成咗佢哋嘅惰性。正是如此，地藏王菩薩點頭道：冇智慧嘅施捨必定會反生禍端，就係惰善。你若改過，往後所積下嘅功德將會成功。第四種強善，施善。第四種折福之善，名叫強善。呢種善係強行施捨，眾生因緣不順，對方本意亦不合對方意願。地藏王菩薩香目一揮，殿中幻象再次興起。有一名官員子弟，平日最愛做表面善舉嚟求取功名，去到一條山村，見到村民貧困，就命人拆毀古廟，改建新址，以此彰顯自己嘅仁德。村民跪地懇求，希望保留古廟。古廟之中供奉住村民世代祭拜嘅祖神，但官員子弟堅持己見，講我咁做全部都係為咗你哋嘅福氣。新址建成之後，香火冷落，村民怨聲載道。官員子弟後來因病早亡，落入地府。判官諗講，以拆毀古廟作為功德強行，施加自己意願，實際上已經節損10年陽壽。地藏王菩薩講道：要顧及眾生因緣，違背他人本意，就算外表睇落好似慈悲，實際上亦都暗藏私心。世人常常將自己嘅意願當成別人嘅福氣，卻唔知道緣分自有定數，隨緣不可強行。奪人因緣強勢之心，未斷人善緣未成，亦為自知自己受緣。審得後回想起自己曾經逼村民遷出土地去修橋，當時佢話可以造福萬民，村民跪地痛哭，苦苦哀求，因為修持正正係堪
走咗佢哋祖墳嘅所在地，但沈德厚完全冇理會。我朝奉建成冇幾耐，洪水撼欄被沖毀，仲有3個人唔幸溺亡。佢當時只以為係天災，直到今日先知道原來當中另有因果。沈德厚淚流滿面，弟子愚昧，唔知道要順緣而行，一意孤行，做此惡業。地藏王菩薩諗到，行善不可強行施予，要隨緣順心，你先至係自然之善。第5種，為求果報而行善。第5種折福之善，名叫果善。呢種善係行善之時，心存通念，祈求回報，只為求取福壽心。若執着果報，初心就已經染污。地藏王菩薩嘅聲音低沉而慈悲，環境之中，一位老僧終日重金捐獻，修朝鋪路，但心中常常期盼可以得到佛菩薩接引，早日往生極樂。老僧終老之後，地府判官講道：你行善30年，卻心求果報，功德只至一半。老僧茫然問道：弟子一心求往生而行善，難道唔係正法嗎？判官回答：為求果報而行善，行善本身便非修行，應該全無求之心，隨緣度眾。你心中執着求取，呢一份執着就係修行嘅障礙。地藏王菩薩慢慢講道：凡是行善，一心求回報者，皆是果善。如果是為咗升官、延壽、發財、博取名聲而去施捨，就算暫時得到少少福報，真正嘅功德都已經折損求報之心。諸從表面睇落華麗內裏，其實早已誅空。沈德厚恍然大悟，佢回憶起過往自己修橋鋪路、捐資寺院，大多都係為咗家族興旺、子孫長壽。每逢布施，佢都會暗自祈願：願我身家富貴，願我子孫滿堂。地藏王菩薩望住佢，輕聲講：你心中之所求，正正係折福嘅根源。因果之道，容不得談心。真正嘅善舉就係無所求，福報自然會相伴而來。若果行善只係為咗求福，反而會先折損福報。沈德厚聽完，已經嚇到講唔出聲，連連叩首：弟子愚昧，折福之善，幾人全部都犯過，難逃因果。我請菩薩慈悲，中我改過之法。第7章5種正行之法。地藏王菩薩微微一笑，輕輕揮起拂塵，繞響起陣陣梵音。你能夠知錯反省，便已經係開悟之始。天地最靈驗嘅就係悔過之心。今日傳你5種正行之法，用來化解5種折福之惡。地藏王菩薩伸出手掌，畫出5道光芒，慢慢講道：第一，靜心行善，不為名，不求顯揚，不求讚賞，好似春雨潤物一樣，無聲無息。若能堅守呢份心，就人敬重。第二，平心行善，不同人攀比，不因愛恨而行善。見到惡人傳怒，見到善人無驚窿，心好似平靜嘅水一樣，萬般德行自然彰顯，可以化解因善帶嚟嘅業障。第三，明心行善，行善必須明辨因果，救人心，不縱庸俗，以智慧去布施，能夠消除餘生行善所種下嘅惡果。第四，唔行人所難，不宜背他人意願體，準時機去行善，令眾人生歡喜心。行善要順應因緣而成，先會招嚟善果報。第五，冇求行善回報，不求福壽安康，只求心安，只求利益眾生，心中無貪，福報先可以長久。若有人能夠用呢5種正行之法，對治5種折福之善，圓滿壽命，亦會沾知天地，自有情理，因果從來無偏私。沈德厚叩首：弟子根基較淺，願終身奉行5淨之法，身悔往日業障。地藏王菩薩微微點頭。如今世人行善，大多只做表面功夫，唔從本心，亦唔懂當中道理，所以會易犯因果。只有透徹呢份真善，先能夠以心念扭轉命運。你嘅陽壽尚有，回到人間之後，務必以誠心修正善業，多多開導眾生。我已經喺你嘅生死簿上燒去折福之念。話音落下，殿中金光籠罩，得一股暖流包裹全身衣飾，慢慢變得模糊。當佢再次敲開雙眼，已經回到九華山。地藏殿殿中香火依舊冷少，香客來來往往，一切如常。衣衫盡濕，
臉上滿是淚痕。佢抬起頭望見地藏王菩薩金身莊嚴，心中感慨萬千，低聲自語真善，無名無轄無強無求，張新生。自此之後，沈德厚徹底改變咗自己行善嘅方式，佢摒棄虛名，不再高調。張揚布施嘅時候，唔再大鑼大鼓，佢暗中幫扶寒門學子，等佢哋能夠安心讀書。每逢自災，佢唔再將金錢同糧食隨意派發，反而教導百姓工作謀生，自力更生。修橋鋪路嘅時候，唔再強行拆遷，聆聽村民嘅意願。橋成之後，佢亦唔再刻碑留名，只係誠心祈願四方百姓平安。去寺廟上香嘅時候，佢除咗香火錢，只求內心安穩，利益他人。晚臨瞓之前，佢都會對住地藏王菩薩像頂禮三拜，默念道：願不起妄念，一心為眾生行善，不為自己謀求分毫。日子久而久之，沈德厚身上嘅病痛慢慢消退，氣血一日比一日充盈，夜晚亦再冇陰差嚟揾佢索命。5年過後，沈德厚年過花甲，依然精神矍鍹，鄉里眾人都十分驚奇，為現世善人。沈德厚只係一笑講道：福報並非身外之物，一切皆由本心而生。歲月流轉，沈德厚嘅善行越來越多，但佢從不張揚，從不攀比，佢只係默默咁做，默默咁付出，內心安寧而滿足。有一日，佢喺夢中再次見到地藏王菩薩，菩薩立於蓮台之上，光明普照，四方對佢講：你今生迷途知返，誠心改過，福報已經圓滿。但你要誤記，真正嘅善唔在於做幾多，而在於心中存有清淨嘅本心。世間萬般行為，心念而起，即是一心。若心念出現偏差，亦都容易招來過殃切忌。不為留名而行善，是放下自我嘅善；不懷奸恨而行善，是心無執着嘅善而行善；是擁有智慧嘅善，不強行施予而行善；是順應因緣嘅善，不執着果報而行善；是心無能愛嘅善。呢5種善法全部做到，一成就圓滿真實嘅功德。沈德厚叩首道：弟子謹記在心，以此道理行。世間眾人行善，必先端正本心，即得必須通曉因果。地藏王菩薩聞言微笑，針光消失不見蹤。後來某一日，沈德厚安然辭世，面帶平和笑意室內，異香滿室。親友入門遷宴，只見佢手中仍然握住一卷經書，留有淡淡墨跡，寫出詩句：積善不求報，福果自隨心。施捨若掩塵，善行亦折陰。一念歸清淨，千劫破輪迴。按世間行善之人，皆能明辨真句。本心以清淨，冇求智慧，隨緣慈悲之心行真正之善。你嘅善行不比名所，不比能困，不比能換，不比求能。願你嘅福報如影隨形。阿彌陀佛。